可不见得只是吃饭的地方。眼前的这双绣花鞋，道尽了客庄新娘最奢侈的梦想。这绣花鞋呢，以前女孩子待嫁的时候呢，要有钱人哦，没有钱人啊，要向人家借。说起传统新娘轿，当年迎娶的景象，老板刘汉堂忍不住打开话匣子。新娘要进去了，怎么进去呢？她可以直接进去啊，不行，要倒退路，要一直最后蹲着，稍微蹲下去，然后退到里面去。因为念旧，也珍惜客家文化，刘汉堂收藏许多珍贵古董，这些纪念品忠实呈现40年代岁月流转留下的痕迹。在怀旧的氛围中，客家菜肴香气扑鼻而来。焖2-3个小时，焖到呢跟人家不同的猪脚，它的口感，它的味道不同，就在这我们那个老人家没有牙齿都可以吃。遵循传统做法，拿手的美浓猪脚，口感软嫩香浓。只要菜一上桌，一下尾就说呛哎，因为传统客家菜很好吃哦。传统美浓客家味花生豆腐，口感绵密，加点花生营养美味。招牌老萝卜土锅鸡，精选土鸡肉，熬出浓郁香气。腌制20年的老萝卜，更是刘汉堂的心血结晶。黑金老萝卜呢，相当好一个美食，因为我在推广了，这个7年了。刘汉堂希望上门的客人不只是品尝客庄美食，在地的客家故事才是最丰盛的精神食粮。上车喽！一下的就是枪嘞，一下的就是枪嘞，一下的就是枪嘞。